香港呢件事恐怕內地拍馬10年都難追。有件事真係好奇怪嘅，就喺香港明明人多車多路又窄，但係如果嚟香港話，你幾乎冇點見過香港大塞車。其實香港之所以唔塞車，好可能同司機嘅駕駛習慣係有關。喺紅綠燈只要一轉綠燈，個司機都揼行有起步。喺旺角嘅鬧市區最熱鬧嘅十字路口，可以見到無論係邊種交通工具，包括巴士、的士、私家車定係摩托車，個個都揸得非常之快。因為個司機喺揸車嘅時候都考慮到人哋唔好阻住人哋嘅通行效率，個個都擔心自己阻住個地球轉啊！但係情況嚟到內地嘅話就完全相反啦，個個喺路上面幾乎都揸烏龜車啊！喺紅綠燈玩手機嘅又有，完全唔知綠燈，跟住有啲人甚至用特登係慢慢揸，唔中意俾油嘅。佢哋話揸得慢先至安全啊嘛！而喺高速上面同樣都係咁嘅情況，一到假期只要高速一免費，個個都上高速之後，唔知點解條路咧就突然間會塞死晒嘅。呢啲人自己慢就算啦，喺條路度仲要阻住人哋想快嘅人，完全影響晒成個道路嘅通行效率啊！簡直係毫無公德心啦！你哋話我講得啱唔啱啊？